床上除了枕头，还哪里不行？你这个没办法，你会喜欢的。饭也完了，你今天是不是不用看采访大纲了？那我还有剧本要开，你还可以再翻译一遍呀。没时间，我维权。啊？我发现我被诱导消费了。说好了相亲活动3天，但我的相亲对象昨晚7点回来，明天8点飞。真正的时间只有1天半，现在的小程序都是这样诈骗的吗？那又怎么样？骗都骗了，我是不会推荐的。一般来说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小程序的开发商都会给一些补偿，比如说开个新的地图。真是不可貌相。没想到你这么流氓。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我的厨。这就正人君子了吗？不是。可以吗？你跑太久，我有点着急。床上除了枕头，还哪里不行？你这个没办法，你会喜欢的。试试枕头的高度，这样呢？还乱动。你选什么高度？这个？不是。那我再低。